来，老师还没说，跟老师这样呢，弄那要口罩。啊，都叫俺要用过啊，你怎么的呀？你怎么有叫声啊？我先用过，跟那么多错就用，这么从到那个看脚上才来就错了吗？啊，哎，我怎么有叫声哦，要用过。那。这个都够累的，这样不猛跑太大，那还得要口罩，那还是底下在那就叫他整个的看哪啦？啊，那头皮呀！什么嘛？呀，这玩意儿不晓得我咋叫做头皮？可心死了！心死上啊！都打我的容呢。我那咕噜你给我不吵到我们今天在脏了嘛家。来，你该怎么晒弄来晒？弄呢？弄了他说我弄呢。你练了？弄了要亮嘛？亮嘛？啊！哎，我哪懂了？给晒给我晒啥？你老晒，有别人都很좋아，都晒呀。亮嘛？那你就叫你这个么我弄的嘞？到中间那个长度了嘛，去掉嘞呐。哎呀，哟。我现在亮嘛，那我讲我不落好，好，讲都落好，我背都好嘛。但这是一落好的才给人真的讲了，弄那还得要亮嘛哦，那要叫他整个的好麻嘞。啊，这个真薄呀，真薄呀。